中山買樓邊度好？提前帶你摸一摸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阿豪啊。咁之前咧都有同大家預過啦，星辰君悦灣呢個屋苑咧，佢係會有別墅型嘅產品嘅。咁眾所周知咧，別墅嘅審批同報檢咧係非常之嚴格嘅，喺好早之前就已經係取消咗審批噶啦。咁今日佢嘅別墅示範單位出街，我會用一條片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咁前邊推出嘅只有10棟啊，每一棟咧會有4個單位，但係實際能夠銷售嘅只有7棟。咁加埋起身咧，僅只有28套單位可以賣，係非常之緊缺嘅。咁鏡頭打過嚟咧，呢個就係我哋整體別墅嘅一個整體區間位啦。咁一共分3排嘅，現時我哋可以賣嘅就係第2、第3排嘅前邊5棟啊。咁加埋起身只有28套單位啊。咁佢係一個疊墅型嘅產品，疊墅咧就分上疊同下疊。咁上疊同下疊佢嘅區間同埋戶型嘅設計咧都係唔一樣嘅。咁今日咧我會用呢條片帶大家慢慢拆解下呢個產品係嘅。好啦，我哋入到嚟啦。咁而家後邊呢一棟咧就係我哋整體疊墅產品嘅外立面。咁佢一共咧就係上下疊分左右嘅戶型，加埋就一棟4套單位啊。咁首先我哋睇下下疊嘅呢個戶型。咁入嚟首先咧就係花園啦，小車咧係可以直接開到入嚟嘅。呢個係單邊位嘅位置。如果常規下疊嘅花園大概係107個平方，單邊位嘅位置會去到106到180個平方嘅花園啊！呢度停3、4台車都係冇問題嘅，你小車直接開到門口噶啦。咁我哋再入嚟呢邊咧就係客廳位，客廳成個客廳嘅開間咧大概就係8米闊嘅，咁再加埋我哋而家1樓嘅層高咧係3.6米嘅，咁就顯得非常之闊落，完全係冇壓抑感覺。咁再過翻嚟咧，呢邊就係廚房位置，廚房隔離嘅呢個空間咧係一個結構連板位，係全面積贈送嘅。1樓咧，我哋亦都係配置咗一個房間嘅。咁我哋過翻嚟呢邊咧，就係一個北向嘅房間咧，呢個空間位置係1半面積贈送㗎啊！大概空間咧都係有8到10個平方，樓梯位就喺呢度啦。呢度可以做個閣樓，後邊呢個電梯位置咧，亦都係不計入產權面積嘅。咁下疊嘅呢個戶型咧，面積大概就132個平方，實際可以使用到嘅面積係168個平方左右啊。咁大概上面嘅2樓係點樣格局咧？而家我哋上去睇下。2樓咧呢個位置就係電梯廳嘅位，樓梯位置就向呢個位置啦。咁如果乘坐電梯咧，就電梯出嚟呢度出翻嚟，咁就 OK 噶啦。2樓整體咧會有3個房間，其中有2個都係套房嚟嘅。我哋而家睇緊嘅呢個咧係北面一個房間，大概會有15到18個平方。咁呢個空間咧係一個結構連板嘅位置，係不計算產權面積嘅，全面積都係贈送嘅嚇。咁我哋再睇下南邊嘅呢2個房間。咁南邊呢2個房間咧，而家係設計成一個連體嘅套間，因為我哋成間屋咧佢都好少嗰個承重儲量嘅。咁整體嘅結構同埋戶型咧，可以隨你自己嘅喜歡咧去進行一個改造嘅。而且我哋可以睇到，而家我哋2樓嘅層高咧係3.15米嘅，可以講係非常之闊落，唔會有一啲嘅壓抑感。咁再加埋我哋呢邊嘅落地窗咧，可以顯得我哋成個房間係好大氣，同埋光線啊、通風啊，亦都 OK 冇問題。
咁呢度嘅空間咧，整體都有成30個平方㗎啦啊！咁我哋再睇下呢個主人房嘅大衛生間，入嚟睇下呢個衛生間超大啊，可以配置埋浴缸俾到你嘅。咁中意大衛生間嘅朋友咧，係非常之享受㗎啊！咁我哋2樓咧，整體嘅設計咧就係咁樣啦。下碟我哋已經基本上講解完畢啦。而家我哋想去睇下上碟嘅產品。睇咗上碟同下碟嘅產品之後咧，我會更加中意嘅係上碟嘅戶型，因為市面上邊而家碟墅產品上碟嘅佢係冇1樓花園嘅，但係而家我哋呢個產品係設計到有花園，亦有天台，小車咧亦都可以直接開到花園呢度。咁而家呢度咧係屬於一個單邊嘅戶型，花園大概有80個平方，常規嘅上碟花園咧只有5到60個平方啊！而且我哋過嚟呢邊就係電梯嘅位置，我哋平時上落咧就搭電梯上落啦，就非常之方便嘅。咁我哋而家上去上碟再望一下，上碟更加之驚豔啊！呢個南向18個平方嘅主陽台係全面積贈送嘅，不計入產權面積，同樣都係132個平方。上碟實用可以去到280個平方。呢個客廳開間咧係有8米嘅。咁上碟嘅首層層高咧都有3.2米闊嘅，咁其實格局咧同下碟嘅都差唔多，該有嘅贈送空間啦，同埋樓梯啦、電梯嘅位置啦，都係有嘅。咁其實最大嘅區別咧就係佢呢邊嘅贈送面積會稍為多一啲，好似呢個電梯位啦，出嚟呢個空間都會闊落啲嘅。咁同樣1樓呢邊咧都係會有一個房間嘅，呢個房間都係半面積贈送嘅。咁我哋而家上去2樓睇下有咩區別。而家我哋上到嚟2樓啦，咁上碟嘅2樓咧同下碟嘅2樓咧係唔一樣嘅。上碟嘅2樓咧佢係有4個房間嘅，下碟嘅2樓咧只有3個房間。點解咧？因為上碟佢會多咗呢個空間，呢個空間位咧亦都係結構連板嚟嘅，係全面積贈送嘅。而且我哋呢個電梯廳嘅位置都相對比較闊落。咁同樣咧，上碟佢亦都有一個北向嘅房間啦，呢個房間亦都係全面積贈送結構連板嘅一個位置啊，空間都比較闊落。咁再過返嚟我哋主人房嘅位置咧，咁而家上碟呢度嘅展示間咧，佢設計得比較好，就將呢個南向嘅房間咧做成咗主人房嘅套間，就做咗2個空間，一個咧就係而家我哋睇到嘅衣帽間位置啦。咁我哋再過返嚟咧，呢度就係房間嘅主位。咁呢個空間亦都係闊落，光線更加會充足。咁另外一個房間嘅空間咧，就係做咗個書房或者係辦公用途啊，同埋化妝間啊，亦都 OK 嘅。咁所以其實佢上碟嘅使用率更加之高，更加之驚豔。咁啱先我忘記咗講咧，就係呢個衛生間嘅位咧，亦都係一個結構連板嘅位置，係不計算產權面積㗎。咁所以佢嘅空間係更加闊落。咁啱先我亦都講咗啦，上碟咧佢係會有花園，亦都會有露台嘅。咁等同於就係有3層可以使用。而家我哋就上去睇下天台花園。3樓咧就唔使行樓梯嘅啦，直接電梯就上到嚟。呢個空間咧，電梯廳位置啊，點樣用你話事。咁再出返嚟咧，就係空中嘅花園啦。呢個花園大概有7到80個平方，係 L 型嘅一個設計。咁出邊嘅視野咧，亦都係比較開闊嘅，整體都係南邊嘅朝向，陽光啦、空氣啦、通風性啦，都係冇問題。咁樓頂嘅呢個空間咧，就睇你自己嘅心意啦，你中意點樣打造，你自己設計。咁呢邊咧，亦都可以做個玻璃房啊，再搭多個房間啊，做個創意空間啊，冇問題。上邊咧再做啲假山魚池、種花種菜咧，亦都係可以。咁所以我知話上碟，我認為更加之驚豔，我更加之中意。咁但係各人心水啦，係咪？好，咁最後報一下大家最關心嘅價格問題。咁而家吹風價咧，吹風價
大概200零萬一個單位，咁有裝修有毛坯可以揀嘅，咁就睇你自己中意咯，係咪？咁對於呢個產品整體嘅詳細情況咧，如果想了解嘅，可以點個 like 或者私信我發俾你。最後同樣都係嗰句，中山買樓唔煩惱，一定要揾阿豪，下期見。